咱今仔邀请到家辉老师，搁一摆来甲咱分享咱的诗。家辉老师你好。你好。嘿，家辉老师，今仔日搁拜托你来甲阮分享分享你的作品。家辉老师即马就甲时间交互你，你会使开始甲咱分享你的诗。好，第一首是《上水的海岸声》。我先念这段诗吼。这首诗，我来到美丽海岸，看到黄昏是用亲像日头花遐尼样，温柔的海洋声若像阿母清澈的笑容，甲我引带，成做我心内悲伤的安慰。这是我上接近上帝出口。我念了啊。其实，当初我会写这首嘛，是因为我是基督徒啦，我本是基督徒所以我感觉足侪灵感拢是即个主耶稣伊互我的即个灵感，所以我迄个时阵就想讲，主耶稣是毋是伫个海岸遐？我听到伊咧叫我的声。然后我就伫遐想象因为我足喜海岸虽然讲我无定定去，我拢会有足侪想象了足丰富安尼。我就感觉讲，我只要目睭开起来，我就看到即个美丽海岸，然后我就会看到即个黄昏的时候。因为日头花就是足赤样嘛，就是讲伊是用迄个样，就像日头花安尼，所以我讲像日头花遐尼样吼。温柔的海洋声若像阿母清澈的笑容，就是讲，即个对比嘛吼，就是讲，即个温柔吼，甲阿母清澈的笑容甲伊夹做伙，所以我即句就是安尼写吼。温柔的海洋声若像阿母清澈的笑容，一个形容一个形容。甲我引带，其实即个甲我引带，就是讲。主耶稣若像阿母安尼，遐尼亲切，遐尼温柔，伊就是甲我引带。因为迄当阵其实心内有一寡艰苦啥物，我讲我写即首诗，就是讲诚做我心内悲伤安慰。最后一句我就有讲上帝，我就讲这是我上接近上帝出口。就是即首诗就是安尼。这是一种算讲基督教的一个心情心情。对。好，安尼搁刷落去第二首。第二首是孤单甲写作。安尼我先念这首诗吼。孤单讲我真孤单，写作讲我真有伴，因为有你陪伴我，才有文章通好写。你是我的爱人。嘛是我的朋友，孤单讲有你，我才有发光的所在。当两人酒甘甜蜜，爱幸福行落去。这首较简单就是讲，因为其实你要一个人点点写作，你会有当时会感觉讲，就是一个人你无可能讲你点点写作，你搁要甲人开讲嘻嘻哈哈，迄是无可能的代志。所以。其实我本身就是一个诚高敏感的人，诚有想象力的人，嘛是足介意一个人做代志。就是讲我一般来讲，我每一天一定拢要有一段时间，家己面对家己，也就是讲我迄段时间我就是沉淀我家己。我一定爱有一段时间，我爱甲家己相处。当然，甲家己相处的之间，可能。有当时会小可感觉孤单，就是孤独嘛毋过，即种想法其实足少的。毋过我想讲，我若无即个孤单，我就袂晓写作，因为我就是因为家己一个人，我会晓学会晓家己独处，家己相处，所以变成讲，即个孤单甲写作是一体两面的，就是讲，因为我真爱写作，所以我必须要一个人足静的时阵，我有灵感的时阵。然后我可能写出我想要写物件，譬如讲，我头拄写迄个上水海岸声嘛是安尼写出。我写即首孤单的写作嘛是，等下我要分享天顶的迄条星嘛是，拢是甲即个孤单啥物货，拢足有相关联的。譬如讲，我讲孤单讲我真孤单，写作讲我真
伊摕两面的啦，我甲伊，即种那种押韵哦，你有发现其实有押韵，我就甲伊写互斗。就是因为我感觉讲，因为有即个古答陪伴我就甲伊，天龙是一个人就对啊，伊甲我陪伴，伊是无相中的啦，嘿，无相中，毋是真正吼。我讲只要有文章读好啥，我感觉讲，伊是我的爱人，嘛是我的朋友。讲古答讲有理，我才有发光的所在，因为我较会当甲文章写好，你写好，我较有法度去投稿，甚至讲进前我有出诗集啊、小说集啊安尼作品出来。对所以讲这安尼相对对，就是爱行落去用爱向行落去。真特别吼。对。好，来，安尼第三首。好，第三首名叫做《天顶的迄粒星》。就是讲，其实这嘛是有当时我伤悲的时阵，我都有真侪灵感，真侪迄种心情，拢会一直走出来。即条我有互迄个歌老师讲，歌票玲伊嘛是一个台语诗人，伊甲我讲我即首诗写袂歹。即首诗嘛有刊伫咧《中文诗刊》第86期，就是今年1月份伊有甲我刊出来。我分享即首诗，即当6句尔，毋过含义很深啦嘿。我是天顶的迄粒星，上灿烂的星。伊讲我挡袂牢光艳艳的日光，简单想要去黑暗的世界，离开即个伤心地，走出银河系，甲千万光年远的星相拄。差不多就是6句。6句尔，毋过短短的诗，其实你会感受到安那。你因为歌词听得出来，伊讲，伊感觉我是有一点怀才不遇迄种心情写出来，就是讲我感觉讲，可能就是讲，我可能有一定的能力，我毋敢讲我偌就着，毋过我有一定的能力，毋过即个能力因为我辛苦袂赢关系，所以我无法度，比如讲达成迄个足悬的愿望啦，也是讲足悬的迄个成就。毋过我就是嘛是继续做我想要做的代志啦，我想讲，伊讲我挡袂牢光艳艳日光，就是讲这笑嘛，这笑落来其实目睭是足疼，目睭是足疼。简单想要去黑暗的世界，就是讲你当你面对遮个杂念的时阵，你会感觉会艰苦。所以我就想要去迄个较黑的世界，就是像人有欢喜的时阵，有悲伤的时阵，就是去悲伤迄边去，去黑暗的世界去悲伤迄边。讲我后尾佫讲无离开即个伤心地好啊，我就写离开即个伤心地。我想要走足紧的，我家己形容像银河系，这无用写过，走出银河系。这句字做远哦，地球，伫咧地球，安尼走出银河系，甲千万光年远的星相拄，就是写一个心境安尼。对啊，你这是足特别的哦，这爱好好去体会，才会当了解你的心情啊。对。嘿啊，有当时人就是安尼吼，拢会拄着无共款的困难啦。对。毋过有当时你即马感觉的困难的物件，过10年了后，迄就毋是困难啦。我是安尼想，嘿。好，安尼，过来高辉老师，你是毋是佫有甲阮等下要甲阮分享散文的部分？你敢会使先来讲一个你散文的故事，互阮听？散文的故事好会使。我感觉先念即个顺序互观众听。免紧，你着讲你第一个要分享的散文是叨一首，阮等下有引导，就会使。分享的散文是写作，
即个写作，头仔就有写着一首诗，就是孤单甲写作嘛。其实我搁一个补充好啊，我会写孤单写作，其实甲邓紫棋即个歌手有足大关系。就是因为伊有一首歌叫《孤单》。我听迄条歌了后，我就感觉心内有迄个触动感。就迄个心内迄个上深的迄个底，互插着安尼啦。我感觉有拄着安尼，所以我就一直想要写类似的物件，毋过叫我写散文啊，阁伤长，所以我就写迄个短诗来表达我甲即个孤单即个感情。像讲写作这嘛是嘛，头仔有写迄首诗，我就牵连到我写的即篇散文。即篇散文呢，伊嘛是甲写作有关系，伊的名就叫写作吼。所以即个故事足简单的，就是讲，其实我自细汉的就足喜欢写作，足喜欢伫家己的笔记簿仔内底写物件毋管是写心情啦吼，也是记录一寡教育的课程我拢会甲写起来，做我的宝贝日记。即项功夫其实是伫我2年国校2年到3年迄当阵开始有诶啦吼。其实大家我拢看到同学啊，因为迄个时阵算足细汉诶，所以同学伊根本毋知影要安怎写嘛，袂使会晓写。毋过我就是自细汉，我感觉我就有即个体质，较敏感诶体质，所以我会感受到，甲人无共款诶物件，我写出来就做青草做澎湃。像讲看到同学拢也上规步，毋知要写啥时阵，我差不多已经写1/3，还是差不多1/4。我写，我搁想一下，讲我搁要写啥，我就写。因为迄若是以中低年级来讲，差不多拢写300-400字尔，上济哦。毋过有当时我就是嘛是，就是一节课我就有法度写了，一节课才40分钟，我就有法度家己完成。我拢是第1个、第2个，就是前3个交互老师的。同学讲你才写几，我讲我就写了，伊傻眼，伊就傻眼安尼。这是一个真好诶代志啊！因为你讲诶这我会当体会。我细汉诶时阵，我嘛是伫咧国校诶时阵，阮老师讲爱写稿，袂使直接写。阮较早迄个年代写作文是举毛笔直接写诶呢。恁应该毋是吼，恁是恁举鉛笔嘛对无？毋过阮迄个时阵是摕小楷毛笔，阮是直接，阮诶作文本是宣纸。伫咧迄个年代，所以迄当阵，阮诶同学拢会惊写毋着去，因拢会搁写稿，另外写伫咧纸顶悬写稿，再搁甲抄落去。毋过，迄对我来讲，我就感觉足麻烦诶。我拢直接，阮诶作文课拢2节课，我拢直接摕毛笔起来，就直接写，我就直接写，我嘛无咧改，迄当阵嘛无立可带。我就直接写了，我一节课就写了，第2节我就伫遐营无代志做。阮老师就感觉你足奇怪，这囡仔哪会拢无爱写草稿？我讲老师，我搁写搁超过，我会写无共款的物件。尾仔阮老师讲，不管你就是甲我写草稿就对。讲好，伊讲后盖爱附草稿起你互伊。我讲好，我就好啊，我就叫老师安尼讲，咱安尼做嘛吼。结果我就草稿写1篇，结果我抄落去，搁写另外1篇，老师就叫我拍败去，讲好，就算了吼，莫叫我毋免搁写啊，从此以后我就毋免搁写草稿，我就直接写安尼。这嘛是一个新鲜的代志啦，伫咧阮迄个时阵，对，所以我会当体会你即个心情。了解，安尼我继续分享。好，就是讲，其实。我遐尔细汉，我袂记讲，我迄个时阵就是当底想的是，其实我就是拢头壳内底就拢想要写啥。我就是讲，我甲我所想的要写的我文章有讲着讲，像一日一日像画家安尼用笔，用无共的色彩画
就是我用安尼来形容。我的文章我就是画甲上画笔嘛，我就是用一般的鉛笔安尼写去。而且真特别啦，就是讲我学生时代作文大部分拢有互老师学了。其实我的中文的程度，我感觉就是普普啊啦，普普啊嘛，无讲大家拢考100分啊嘛无啊。毋过就是讲我作文的部分分数拢足高。所以细汉的时阵，我算足精的。我上爱可能就是读册甲写作。读册无一定就是一直死板的读课本啥物款，毋是我袂爱，我就是爱读课外的册。所以我啥物科学的啊，动物的啊，生物的啊，还是迄种建筑的啊，还是一寡故事册啊，迄种的我拢读。迄图书馆的册拢互我读要了，就是讲国校的图书馆啊。对。讲因为讲静态的活动来讲啊，除了读册就是写作啊，我想。毋过较早呢，较早无台语写作啊，像有在教台语就无啊，对无？对。所以较早伫咧国校啊，迄个国中、高中搁大学学的拢是华语甲英语较侪。所以较早留的拢是中文甲英语的作品。所以我印象足深的啦，就是讲我伫咧高中啊接触即个英语写作了，我感觉算阁比迄个华语较有兴趣。我着英语我着发挥我的能力安尼出来。我着写互老师，老师讲这袂歹，伊着互我一个袂歹分数安尼。所以我足奇妙吼，就是讲我的高中英语竟然比国文较好。比华语较好就是啦，我的分数。就是讲我英语学了比迄个中学的迄个中文的分数较好。其实呢，还未学即个台文的时阵，其实文学性的册我已经读足侪。已经读足侪啊。譬如讲金庸的迄种武侠的小说，就是我有看3-4部，全部看了，毋知影看几遍哦。搁看漫画，搁看电视，迄个时阵足时行的。其实即摆嘛有现代搁顶拍的翻拍叫翻拍嘛，有搁顶拍。其实就是会想要一直看，感觉讲足特别的武侠的。搁有一寡内底足侪物件会当学的。我印象足深的啊，就是讲我有一遍伫咧数学的课，迄足无聊，迄高中的数学足无聊。其实我数学无啥好，我高中的数学无啥好，高中是袂歹，毋过高中无啥好。毋过我就做爱读册啊，我就利用数学课的时阵，伫遐咧看小说。老师就讲，高家辉，你莫搁看，伊甲我安尼讲。伊无，因为毋过足侪人都咧困。等我册，我看小说以后，伊会点我安尼，倒起来。老师足无奈的，全部拢咧困，唯一一个清醒咧看小说啊。数学老师可怜吼，真辛苦。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伫高中的时阵。所以我就感觉讲我真爱读册啊。因为别个同学伊并无一定讲做爱读册嘛，拢迄时当阵个囡仔，所以大家拢做爱耍尔，拢静袂落来。我就是足静的，所以有当时会互人欺负。就讲我较袂晓表达啦，毋过拢用文字表达。即文字的表达其实真重要，因为你若要考大学，你若要以后要食头路，其实文字的表达即摆是一个优势咯。真的是一个优势。当然口语的基本的你嘛爱会晓，毋过其实你若是一般来讲，你拢是履历先送出去嘛，人会看你的文笔，看你的资料安怎，较想要甲你面试。所以我感觉这嘛是我的优势之一啦。所以迄当阵我就感觉讲读册比甲同学算搁较趣味啊。我感觉讲，我甲同学就是个距离啊，感觉同学就是伫遐嘻嘻哈哈，做幼稚的，就伫遐尼，无兴趣。
点样兴趣拢无，啊，就逐工看我的册啊，所以就同学号讲我是书呆子啊，啊，毋是要号就号。嘿啊，叫搁安那咧做趣味的，我无分享照片，我会当简单讲者就是，其实我做过早，我伫咧中学时代我做过早，我大概拢是阮班100公尺毋知组囡仔毋知要派啥人，拢派我出去，我拢走前3名、前4名。我毋是当会晓写尔，其实我运动嘛袂歹，只是讲运动上好就是100公尺，就是我爆发力足好诶，所以就是对比足大诶啊！讲老师嘛，互我错一条，讲你头甲我走安尼，讲看我平常足静诶，加上就是无啥会晓运动诶人，走袂去。毋过是运动定走，吼，迄个一路冲，啊，冲到本来全班，我拢是走第1个，无就最后一个，就是冲到有当时有时拼过滚来，就摕着前3名，就是互阮班前3。对。嘛是真趣味的经验。是啊，吼。好。嘿，就是讲，我感觉我读册会当学着真侪无共的知识啦，嘛会使增加写作的元素。我感觉讲，安尼算足赞的代志啊。为虾米因拢袂爱，我就做爱。所以我感觉讲，总结吼，就讲。我感觉学台文了3种语言比起来啦，我就是上爱台语。有人问我为虾米啊？为虾米毋是华语啊？华语毋是就这样学到大。英语毋是，感觉讲会较高尚。我并无安尼感觉。我是因为台语熟悉台语写作了后，我较会晓写小说。我华语基本写袂出来，真正写袂出来，上济散文咱写较长篇的，无问题，1000字、2000字的无问题。毋过就是小说写出来。毋过对即个台语来讲，我有法度写1、2000字拢无问题，甚至摕投稿啊、比赛安尼。所以就是讲，因为我感觉讲会当用咱的台湾话写土地感情嘛，为台语发声。就爱感谢细汉就爱读册我。对。就是我感觉讲，就是因为我细汉真爱读册，可能加起来可能有2、3千本有超过啦。自细汉，无包括迄种校内迄种课本来讲，应该是有超过。因为我图书馆的册，我搁最爱去图书总馆看，所以安尼加起来，安尼累去，搁台文册。我家己买差不多150本、160本，我买做者，我看着我都爱看嘿，对，就是安尼累积起来。好，安尼家辉伫写作即部分，感觉佫有啥物要补充的？无你着佫甲阮分享你后一首散文。写作即篇嘛是有互迄个台文网报刊出来。佫就是去年的款。去年的时阵。好，安尼，咱等下甲互听众朋友来听即个写作即篇的迄个文章吼，你念的即篇的散文的文章，安尼说落去，你佫甲阮分享一个你第2首要分享的散文的故事，好无？我头先讲第2篇，要分享第1篇。我想起来，NASA 太空人，歹势。对。好，这篇较简单啦，就是讲，大家看到我写这篇，就讲高伟要写啥呢？就是讲高伟是要写啥呢？他写这个 NASA 太空人，讲我要做太空人，你若安尼想，可能要一步。有啦，就是讲我细汉的时阵，其实我头先有看着铺陈哦，我头先讲一个作文的时阵，其实我有讲，我真喜欢科学类的册，毋管是动物的，还是生物的，还是故事册，甚至是啥外星球的册，我足爱读的。所以迄王博青人啥物空洞的故事，啥物我足爱看，足入迷的，足爱读。甚至我佫有写一篇小说。伊就想要登入外星球，迄篇伫咧台文正线看会着，若是有大家有兴趣去台文正线，我袂记倒一期啊，改成是
个就是今年嘛，今年开的，今年4月份开的，有影迄款，就是真特别。啊，今日要讲的就是，我会写即篇，就是因为甲外星有关系。因为我国中就读着啥，读着一篇是地球人着伫月顶啊，有收集即个月亮的石头来做实验，看有外星人的存在无安尼。啊，结果呢，因为地球人对外星是足好幸的，啊，第一个着落的是啥嘛？是美国人。啊，伫迄个年代是足稀罕的，因为迄个 NASA 呢，太空人替人类完成梦想嘛。啊，我读高中1年仔的时阵，就是真正有即个想法咯。我讲我想要大汉了去美国 NASA 中心看。啊，因为迄个时阵囡仔尔，其实嘛毋捌啥物代志，就想要去，就是一个想法，安尼单纯的想法。啊，我就是足想要去安尼。啊，我就若是伊即马大汉，即马已经嘛做老师来看讲，啊，等下遐尼囡仔着就是做天真烂漫安尼。啊，迄毋是遐尼简单的代志，毋是讲哦，凊彩你一个讲我想要去，我着买票，买迄个机票，啊，着飞去美国，我着要遐看，毋是遐毋是凊彩人遐入去，迄是要经过申请，啊，搁爱检查讲你有啥物特殊的身份。对啊，佮身体嘛爱足好诶。你袂使讲你是啥物间谍，就是讲要入去嘛。安尼人会感觉惊讲你想要甲人偷窃啥物资料啥物，迄袂使袂入去嘿。啊，迄个做天真诶啦。啊，其实就是即摆想起来感觉足含诶，讲啊，较早高中1年尔，就想要去做太空人啊，想要去 NASA 中心嘛，啊，拢是一个想法过程。啊，所以就是讲，因为我学台文嘛，啊，我嘛大汉啊嘛，所以讲我大汉了无实现，啊，毋过我学台文了，用即个囡仔时代对科学期待来做一个记录嘛是一个特别代志。啊，所以我像讲，我阁有写无共款，我写自然的主题另外一篇叫《寄生芳》，我即个无分享。啊，毋过大家若有趣味哦，会当去 YouTube 找高家辉老师《寄生芳》寄生蜂。我把即个 Discovery 诶。寄生芳原汁原味用台文的故事写出来。哦，甲翻出来就对啊。对。哦，无简单诶吼。是。寄生芳，因为我毋捌听，我毋知影有即个物件。寄生芳嘛有开伫咧迄个，开伫咧台湾正线，但是旧年开的嘿，大家有兴趣会当去看，还是去 YouTube 找，嘛会当看到我的文章甲影片。安尼好，你讲的即个外太空即个，安尼就即个故事就是安尼，真后就是安尼的原因就对啊。对。安尼啊，搁来第3篇的散文的故事。第3篇的散文哦 ，OK， 第3篇是神话的礼物啦。嘿。啊，即篇是我感觉。我有讲过嘛，写作是我嘛感觉是神话的礼物啦。我拢咧铺陈啦，就是讲，虽然讲我是大学1年较受洗、较受浸、较洗礼做基督徒，啊，毋过其实我感觉讲，这真正是神话的礼物，我较有法度做台文作家，我较有法度写遐尼济文章。因为我自细汉毋是基督徒，毋是基督徒，嘿，啊，因为高中的时阵身体其实有淡薄各样啦，啊，就自细汉就身体毋是介好安尼，啊，所以读大学的时候，我逐礼拜拢转去厝，啊，到礼拜的，阮爸母就会陪我转去学校嘛。啊，大家拢会感觉足毋甘的。你伫倒位读大学？我伫实践大学，伫咧内文。足远的呢。对。其实安算近啊，你若讲。哦，你是讲内门哦？嘿啊，伫迄个高雄遐嘛。内门叫内文，毋是内文哦，是内文。哦，内文。内文。因为我会记得实践大学是伫台北。
我当做你是伫台北。哦，伊有北部的校区甲南部的校分布区，啊，我是读南部的校区，因为我读观光系啦。等下我会讲到即个观光系的故事，甲即个第4篇有关。我等下拢是连续安尼接落来，所以这4篇拢是有关联的哦。嘿，就是讲，我其实自细汉我有讲过嘛，我就是一个真恬静的查某囡仔，出街去文具行，买写作的簿仔，买到讲，互阮爸爸讲莫阁买啦。到等嘛是会阁买啦，毋过较少啦，因为即摆拢用电脑记录较济嘛，我拢用拍台语的系统来拍。有转落的，嘛有汉落的，所以我啥物字拢有法度拍出来。到当的我单去写作，除了用电脑拍，我嘛是会用笔记簿写。我感觉写作是幸福的礼物，幸福我有教册能力以外，就是写作。我有讲到我中文普，我感觉我普。毋过写作的能力是我细汉到大汉上熟手的，因为我本身体质较敏感。所以你发现讲，我的文章甲别人无啥共款，你敢有发现？老师，你敢有发现？你感觉安怎？嘿，你的文章啊？因为你有用足济迄个台罗吼，台罗的迄个去做你的文章的内容啊。因为我个人是较无用安尼咧写作啦。我是较用全部拢汉文，这是我的坚持。因为这是每一个人的观念嘛，每一个人的伊对伊的作品的一种坚持。我个人我是较偏向，就是全部是用汉文落去写。嘿，所以咱两个的咱两个想法可能无啥共。嘿，老师，我甲你讲，我拄仔听着你咧讲迄外太空迄吼，我咧笑，你敢知我咧笑啥？我无甲你讲。因为，你这就是足典型，就是你，当然我即摆讲的这不具科学根据啦吼，就是咱是纯粹分享开讲啊，你这就是足典型的，是一个外星人来地球投胎，来地球投胎。对，你这是足典型，是安怎我安尼讲你知无？因为你的足侪想法是甲我共款，我感觉伫即个所在是格格不入，你就是参加的人拢袂合，所以我阮老爸，我就是自细汉我就是大人嘛，感觉我这个囡仔足奇怪，是你到底想啥？别人拢毋知影，所以我知影你咧讲的迄种高敏感啊，吼，是你的心内是较孤僻，较迄个，因为我嘛是会有即方面的问题。问题是我嘛会甲人会打成一片啊。我会含人男的时阵，我嘛会含人男，毋过我嘛有我家己足孤单的一面，但是迄人较无看，人较毋知影，对。咱两个有一寡小像的所在，所以我是要用即个外星人甲你回馈啦吼。就是讲，就是我知影你这就是，因为我拄过足侪囡仔，我伫咧国校时嘛捌拄着一个，我较早伫咧国校咧教册时，我嘛捌拄着一个囡仔，伊甲我就甲伊问讲，你感觉你家己是外星人的野手？你感觉其中有一个囡仔，无人的野手嘛，敢若有一个野手。伊讲老师，我是外星人。我讲我知道，我讲我知影你是外星人。因为嘛是足特别的，就是拢理光头，用剃迄个你迄个甲头毛吐哦，光嘿对，伊有足侪特别的想法。嘿，伊嘛是一个做特殊的囡仔，嘿，这是我的想法啦，毋知影，嘿，甲迄个高辉老师含你交流一下安尼，好，我讲了，换你，真趣味啦吼，嘿，真趣味，就是讲，我其实接触台文差不多7、8年啦，就是讲，因为这台文甲我引起对母语的感情，所以互我写出即个第2诗。散文甲第篇小说，毋捌我的人当做我中文的，也无台文的，叫做拢毋是读文科的，我毋是拢。遐个能力拢是对我细汉，就是我头拄有讲，我细汉安尼读起来，就是我拢遐个知识啊，遐个文学的物件，全部拢是我看课外的，种课外读物嘛，就是讲是看
看迄种图书馆的足侪无共款的册吸收来，嗯啊，我就改成头壳内底有100种组合安尼伫遐做法问，足神奇，像咧像咧倒图安尼，倒图你敢知是啥？倒图是拼图，倒起来叫倒图，嘿，倒起来安尼就是讲，我可能我有一张片的倒图，啊，即摆我就是我要倒即张，就是假设是我的文章安尼，我就开始收集我头壳内底的资料，可能100个资料好，啊，要甲伊倒做伙变一篇安尼出来，生出来。我若讲较具体化就是安尼，就是我较用较西化的想象安尼在落去讲，你会发现讲我改成讲的改成较想要甲物件，甲我写的物件安尼实体化，就是安尼叙述。啊，就是讲大家拢当作讲我应该是迄种读文科出来，啊，毋过我毋是啊，我就是讲从真趣味啦，我就是有一摆去考上台认证吼，台语认证，啊，我就一直甲我阿爸甲阿边仔阿姐讲台语，啊，互人当作我是啥呢？台湾迄毕业学生，啊讲啊，你台语讲真认真，我看迄正讲迄台湾迄拢咧伫遐讲华语。啊，这个要怎么讲？这个要怎么念？啊，我讲啊，你一直讲华语，你也袂进步。啊，等下我底下一直讲台语，甲只换青人安尼吼，人都讲着一边。啊，我就甲讲啊，我毋是本科系呢，我就讲啊，我就是因为我爱台语啊，我想要做台语老师啊，考认证证。甲我原本读的系天差地啦，吼，真是天差地。啊，你即摆有咧教台语哦？我线顶，我教台语认证，甲台语写作，这是我的专业。我教大人，啊，即摆已经有差不多10个人有考过认证，中科去认证，而且本来拢会做台语老师啊。原来是安尼。对，啊，我进前阁有指导一个新北市的，伊是台理的老师，啊，伊毋是教台语的，伊要伊代表因迄个学校参加。新北市的本土语言的演说比赛，伊得第1名，伊得新北市的第1名。我甲指导。无简单。安尼家辉老师，安尼第3首散文，敢若阁有其他要补充的？无吼。好，安尼煞就可以甲阮分享第4首的散文。好，第4篇吼。第4篇就是我会讲着我的本科系。因为我甲讲，我讲的拢是有会当接续起来，拢会当牵连起来。第4篇就是饭店的头路。因为讲，有人讲饭店的头路啊，家辉老师你较早有倒去饭店？我嘿啊，我甲囡仔讲对啊，我较早是迄服务生的，我较早是迄服务生就是同配搭。因讲，伊拢目睭挺到足大滴，毋敢相信。我啊，真正啊。伊讲。老师你好厉害哦！我讲，毋是你不厉害，啊，就是饭店头都无去害我较会做老师啦。我伫遐笑安。啊，所以讲，算讲我会记大学的时阵读的科系，甲即马做的头路完全无共啊。因为我大学读的是观光系，观光系吼，课程嘛会算青草啦。啊，语言方面的课有日语啊，英语、法语、韩语等等的语言。啊，因为迄个时阵大学1年哦，爱修日语课，啊，观光英语是必修的哦。啊，毋过迄当阵共款，我毋是讲我高中成绩无介好，啊，接续来就是我影响到我大学就对。啊，我大学因为大学1年时我请假，啊，拄啊好拢是伫迄个时间，迄个看卷时阵拢伫个日语课时间会知影，拜会知影，我会记。啊，所以变成讲老师想讲我是毋是袂爱伊的课，是毋是讨厌伊，较请假。啊，伊迄个嘛无袂成绩，因为无啥熟悉，啊我嘛拄啊大学1年。啊，后来我承认我有互老师当掉，啊我就是搁重修，啊重修了我搁转着另外一个老师。啊，因为嘛是有当时会请假去看医生，啊，阮爸爸就有写一张批嘛，因为一般来讲，迄个老师拢有迄电子信箱嘛，
就是讲迄就批会当寄互伊，啊伊若是安尼较方便。是。啊，我爸写一张批互伊啦，嘿，张批互老师，啊讲我的状况安怎，啊需要看医生。啊，即个老师后会才互我过安尼啊，就另外迄个老师啊，因为伊想讲，伊嘛甲另外进前迄个老师共款，想讲我常常啥物是因为我袂介意的，我做讨厌。是啦，是我身体无好，需要拢就要看迄个医生，拄好拢伫迄个时间看诊啊。啊，我无法度讲，无法度抢别个时间，啊，就是抢迄个时间做处理的啊。啊，我其实迄个时阵啊，我相信我1年、2年的时阵无啥认真啦，吼，可能爱去社团佚佗，拢四界溜溜去安尼啊，无认真啦吼。啊，毋过我升3年的时阵呢，我就想讲袂使搁安尼落去，我一定爱好啊学习，就打拼甲英语甲饭店有关的考好啊学习啦，好啊学。啊，到4年的时阵爱饭店实习啊，吼，我想讲爱表现好，袂当出错。啊，正常来讲呢，实习2个月。阮有薪水啦，啊，毋过8,000块啦，迄当阵差不多10桶当钱。啊，毋管是有钱无钱，其实即个学校甲饭店合作，学生机会是算一个好代志。啊，所以因为我无啥物社会经验，啊，我足紧张的。我会记得我第一天上班，我就透早5点就起来啊，做准备，因为爱7点以前到饭店。因为服务业就是爱提早足济时间做备料，就是你饭店爱备料，爱互人好服务。啊，想袂到我做无到1礼拜，我骹就发炎受伤，莫讲安怎，煞无法度上班爱请假。啊，伫迄个时阵我真足艰苦的，为虾米别人砍钱啦，啊我袂砍钱啊？啊无，就无法度继续。啊阿母伊是足烦恼的，啊伊就带我看骨科啊。啊先讲我因为我脚因为有翕电工啊。啊，发现讲我的骹发育无完全，人骹发育是完全，毋过我的骹是发育无完全。骨头。我的身体无完全，所以到尾讲，我若徛足久，我的骹就会开始发炎啊。你是骨头发育无完全哦？嘿，是骹的骨头周状骨发育不完全，就迄医生讲的。啊，就袂使做徛伤久的工课。啊，毋过当下啊，我实习无完全要毕业。啊，后来呢，因为公司就甲我调咧做总机，就是讲，嘛是阮爸爸共拜托的讲啊，我做囝骹就真正无法度，啊，看会当换单位无安尼，啊，我就去做总机啊。啊，总机我就边啊，甲一个姐姐实习安尼。啊，就逐工。毋免搁去伫遐攀盘啊，变总机。爸爸真。做徛，规工。真疼惜你。啊？爸爸真疼惜你。对。对。啊，毋过阁是另外一个挑战啊，因为我爱甲家己的工课做好嘛。对。啊，做好了后，我有顺利毕业啦，吼。啊，毋过我阿母讲，以我的条件去饭店上班是无问题啊。吼，啊，毋过就是算讲找人无信心，想讲啊，无搁甲我做迄种特殊的鞋啊，互我去上班。搁饲一病人，搁袂使煞煞去安尼。啊，结果我搁穿特殊鞋啊去5星的饭店上班，拢做工课。伫咧高雄市5星的。啊，结果第2天骹搁发炎，我徛8点钟，无法度搁去看医生啊。啊，因为爱徛8点钟，我迄当阵心内就打算讲啊，安尼。我都搁做即种服务业啊，迄种徛啊久的。你服务业，你毋管是饭店啊、保养啊、迄种保养、空气美啊，吼，还是迄种长期爱徛迄种，我拢无法度做。安尼我是有偌济工课当做，我毋知影。我迄时做就是心灰意冷，就是讲感觉做上边的我到底会当做啥物，我嘛毋知影。毋过呢。真特别啦吼，啊，就是讲上班的第2天，就是讲我去新的饭店，迄间新的饭店，5层级的饭店，我上班第2天，我就拄着一个好人客呢。伊讲啊，啥物好人客吼？伊就讲我服务真好，啊，伊互我收费。
然后讲啊袂使啦，阮饭店无咧收的啦，啊因为国外有即种小费，即种小费的服务嘛，对，就是讲会互人小费嘛，啊毋过我想讲，我感觉安尼真无公平。照伊来讲，服务做了好，人客服务人员所以